哎，廖老师，你怎么才出来？我都等您好久了。你等我干嘛？您之前干什么呀？是不是练我？不，我就是想说，那天你打那2下，您教教我。教你干嘛？欺负别的同学啊？哎呦，廖老师，我以后不欺负他们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跟我说这个没有用，你去给周安说啊。我让你去给他道歉，你去吗？去不去？走啊！跑哪儿去啊？过来，你站直一点行不行？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李一中，你不会道歉啊！我没有从你眼睛里看到真诚。廖老师，我什么我啊？有这么困难吗？你不会啊？我教你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温柔的、真诚的、感人肺腑的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什么啊？我拜托你温柔一点好不好？你傻呀！再来。周安，我把他交给你了，直到他道歉到你满意为止，你再狠出。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好，那这件事就这样，以后大家就是兄弟，要互相帮忙，互相照顾。所以说我是 Super Teacher 兵。我听说学校比赛的事情要开始了，准备好没有？那必须的，我们都练了很久了。行，那好好干。廖老师，今天下午篮球赛你过去看吗？放我心情吧，今天到此为止，算了。